我最主要是年纪大了，给俺们这些说了没有？但年纪大些，跟我爸爸讲也不对我去上班，对了，对快就不知道什么钱呢？你要到达定嘛，是吧？对了，对，你多些出来，你多些的，他们那种看老的土狗这些现银的来的吧，他们其他地方的交的。你当年这个是当，你就那个就可以了。
พักเปย